在地消息，屏东万丹的土井火山今仔日又搁喷发，这是今年头一届，而且是5个坑同时间喷发。不过其中一个坑是较挖准高，都惊这土煤打起，高压会塌掉咧。目前是已经找怪手来清土煤。 听起来亲像海涌在拍的声音，土煤火山一直对地下扑出来，土煤掺火做伙喷起来。透早5点10分左右，万丹乡出名的土煤火山今年头摆喷发，一开始有2座，头尾总共有5座同时间喷发。伫2大无同的区域，附近的居民听到土煤火山喷发的消息，拢走过来斗阵看闹热。我第一次看到，蛮有趣的。蛮有趣，为什么？因为声音噗噜噗噜噗噜的，跟影片里面看到的实际现实是有差别的。村长表示，这摆土煤火山喷发的范围大约是4-5分地，上悬有喷尾2公尺外。去年的时，捌伫3月、7月喷发，为着要消透地下压力，现场嘛赶紧点火，让土煤火山会使较早结束。加在这摆喷发无拄着正值的时间，所以对当地农民影响无大。伊就反正一年上少拢会释放一届就对啦，啊无一定讲什么时阵嘛无几济啦。如果伊若无释放，咱南部遮的地动会较严重，所以这算地气的一种的释放啊。万丹的土煤火山平均一年会喷发1摆至2摆。逐摆拢差不多10外点钟。虽然土煤火山喷发已经成做当地的景点，不过喷发了后的土煤打起了后歹处理，让当地的农民真头疼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